老儿为大夫上书后，师徒刘备改地安放，遵命怎得是？安排那龙袍荆州调海好。此地临行之时，先生应回也。临行之时，先生自有锦囊，只供群看。待不看来。好姻缘，大姻缘，莫把姻缘当短天。君臣来到东吴地，必须前去拜乔庄。师傅，乔轩何许人也？此人乃大乔小之父，孙策周郎之伯父。先生叫去拜见，必有仗义。你可准备厚礼一份，随我前去拜访。遵命。
小须配孙策，此女小巧须配周瑜。臣妾无言。适才老夫朝大归来，见家世上悬灯之才，不想人等。一步步在那里交头接耳，不知他们是些什么。下院，小爷，不想人等。一个个在那里交头接耳，他们说的什么话呀？小爷要吃茶。我问的是他们说的什么话呀？他们讲的是孙刘两家家庭的话呀。什么孙刘结亲的话？今有太后得知，将军之许配刘皇叔，刘皇叔已让过江来了，早该观议之哈嘞。哎呀呀，有这样的大事，想到出身为首相，我怎么一切了不知呀？此事我都人人在记，你老人家不知，这倒奇怪嘞。纵然刘备过江，也该前来拜拜老夫。小弟是要来的。好，你且门上伺候。是。为参都不知，先派拜相台。拜此事，本上大为天池，做什么的？反倒通禀刘皇叔有帖拜。好，过上来了老小爷，刘皇叔有帖拜。刘禹州果然来了，果然来了。东岳有请。
等结亲，永结盟好，一同吃饼，共地草草。与我公母是大大的有礼，值得老夫庆幸。有了，不免进宫与太后贺喜。来，有吩咐外相杀到进宫。外相是妙。本后无事，陪
后一概不知呀。这样的大事太后不知，谁敢做之啊？是啊，谁敢做之？想的是儿千岁的旨意吧？宣他进宫。立旨，不但有旨儿千岁进宫啊！儿啊，我来问你，孙刘两家结亲，可是你的旨意呀？儿臣不知。桓公从实将来。既被母后知道，儿臣不敢隐瞒。可恨大儿有备，就借荆州不还，故而与征讨设下美人之计，将他诓作江海，情死东吴。这荆州岂不脱手而得？儿此言差矣。儿既为荆州之事，就该卸下战事，他哪里发兵临这里调将，夺回荆州，岂不
后便相留本。太后若想得上的，若想不上，那必与你吃公去吧。我等结亲，永结盟好，一同持兵攻得曹操。与我东吴是大大的有利，太后不可失此机会也。本后心意已定，太尉不必多奏，吃公去吧。明知真的是，因为一介孙刘好，暗里谋臣吴越仇。方儿有啊，老小爷，
其招亲之事，本杀人也。只可我必有虑，有道是吉人自有天相。相伺候。离了乔府邸，来此是快意。本上哪位听旨？做什么的？万郎通明，乔府管家求见刘皇叔。后中儿，齐之公乔府管家求见，唤他进来。所以我进来这儿。乔府管家以刘皇叔口头罢了起来。谢皇叔。管家到此何事啊？我家相爷言道，明日太后在张鲁寺面向刘皇叔，向皇叔须发苍头，有空相骑发上，特命小人送来不需要一下，请刘皇叔连夜将须发染地和河地，明日一相貌就相上喽。哎呀呀，有老太君分心呐，此地看上。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！哎呀，这荆州人真大方哦，讲了一句就是一锭金子。我还有两笔将上一将，说不得又是一锭哦。皇叔，我家相爷还言道，明日相亲有空西前有诈，请那保家将军内传铠甲，外罩袍服，做一个反而有备，多加小心。将一好，此地再看上。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，不要看上！哎呀，这荆州人真的大方哪怕还有一位将军，我再将上一将，说不得。将军，请过来。做什么？明日可是将军保驾前往？正是。我家太医言道，明日相亲有空西前有诈，请保驾将军内穿铠甲，外罩袍服，做一个防而有备，多加小心。知道了。
见皇叔到来。这一天一去相对来也。有皇叔到，皇叔到。有请。太后在上，恕儿臣大礼参拜。慢来慢来，你乃当今皇叔，老身怎敢受拜呀？太后新女婿过的主是要拜皇叔要多拜一拜。
间双手过膝，真不愧是帝王的根本呐、他是帝王的根本，帝王的根本呐、与你什么相当？我说有方金呀话，娘，少说几句话。你也少是。大
来3年东风，上退曹兵83万，好少啊，好少啊，好少啊，好少！那诸葛亮的扩大，少得你在此胡说八道。
将你出身听哪？如何开口？太后新国老爷将军是要准的呀，是要准的。还不谢过辛苦老爷。哎，多谢辛苦老爷。太后，哎，多谢太后。出去。哎，是，出去。哎，出去。哎，今日也要杀刘备，明日也要杀刘备。今日若不是刘备，我这吃饭的家伙可不落场，差点完家。哎，从今往后，谁若再说杀刘备，他就是刘备的大
将宫中百业当下，不幸害怕，撤去当下，方可今日。是。启禀君旨，贵人言道，撤去当下，方可今日。四杀乱神，夫居无事，吩咐撤去当下，迎接贵人。是。撤去当下，有请新贵人。哼！漂流安身，今日得配举之，真乃三臣有喜也。只是领兄与周郎时常定计陷害我，还望君之要多多的照应。贵人但放宽心，因我母后所知，了然无事。全仗君之。希贵人君之安心。臣那是。
将近殿中，我不免进宫亲家同亲，等那时。洛阳虽为晋，不是教我居家。
传老统兵张云求见。好说。是。启禀贵人，四将军求见。哇！是。四将军进宫。领旨。参见之功。四弟，你还不曾走吗？之功要微臣往哪里去呀？回荆州去呀！可来亲家同行。你回荆州，对我那二弟三弟与先生也讲，说我在此好。我啊，是不回去的了。是恐若不回去，京城大事何人料理？有先生了你呀，难道是他吃粮就不当差了吗？是恐还是回去的好。再多催鼓，不就不带上了。嘿，哦，是了，想是你一人在此，有些不忍当。不妨，我这宫中有的是公我才女，你爱听唱的，叫他们唱上几段；你爱听锣鼓的，叫他们打上一回，你看如何啊？我啊！可以公来听我叫他们唱，你怎么唱起来了？是大领头放进他。是恐不肯假传京城，这便日后是好。一起之事，先生自有进当，待我看待。知道东吴的迷恋不幻想，进宫家报信，曹操夺荆襄，曹操夺荆襄。先生真乃神人也。启禀之功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是才先生差人来报，曹操带领人马夺取荆州去了。哎呀，不好了！
倘若荆州失守，我逃乱弟兄，无耻安臣，欲待长走，只是故舍不得举之啊！
将弄假成真，太后做主，将军之招追打刘备，那刘备岂不是将克吗？哼，我好容易将他还我将来，难道是就轻轻地放他回去不成吗？不难呐，不难，怎么不难？只要都督多本与上几多门人，满舌是刘备，就是那张飞。
长
要一张